And so it's going to be used by every company, every industry, every country. 喂，講真，你可能都唔信 Elon Musk 同 Jensen Huang 呢兩個科技巨頭最近竟然喺沙地阿拉伯同台，仲要一齊飲酒吹水，睇到我心諗，哇，咩事啊？唔正！但最誇張唔係佢哋同場，而係佢哋將短20分鐘內講到未來30年嘅3大方向，講到清清楚楚，清楚到沙地阿拉伯嘅即刻落1000億美元，直接 all in， 真係唔係講笑啊！我聽晒成段對話之後，真係覺得有一個感受，未來個路比我諗嘅清晰好多。Elon 嗰一邊咧，佢講嘅一向都比較 dramatic， 但佢底層邏輯永遠得一個，要將人類從資源、勞動力、算力3條鎖鏈解放出嚟。佢話將來錢唔重要㗎，因為機械人機 AI 會令生產力爆發到貧窮消失。佢仲話工作會變得係興趣，唔返工又冇問題，唔會好大影響。聽到諗，哇！咁都得，而 Elon 最爆嗰句係乜嘢？佢話最平嘅算力一定係喺太空，因為未來 AI 能源消耗同散熱，地球絕對頂唔順。而家一部2噸嘅 server 機1.95噸都係用嚟散熱裝置 ，That's crazy。所以真係大規模嘅 AI 算力嚟緊，一定要靠太空太陽能。呢條就係 Elon 一路以嚟嘅 style， 永遠衝向文明天花板嗰種。跟住到 Jensen， 佢講嘅嘢就比較落地啲。佢話 AI 唔係泡沫 ，AI 已經唔係技術，係國家級嘅基建。AI 工廠會好似煉油廠咁，全球周圍都會開晒。佢仲話 AI 會令你更加忙添，因為效率越高，你就想做越多啲嘢。佢同 Elon 本身就係 AI 放大嘅 role model， 真係冇得輸。你睇下同一場對話裏面，一個講人類文明最終去到邊，另外一個講聽朝起身 AI 可以幫你處理乜嘢事務。兩條線嘅交叉點就係 exactly 喺未來30年嘅大方向，科技、資本、國家戰略、罕有地全部指向同一邊。咁同我哋呢班普通人有咩關係？梗係好大嘅關係啦。未來3年每個人都要答3個問題。第一，你而家做緊嘅嘢係咪會俾 AI 接手，定係會俾 AI 放大？第二，你而家追緊嘅資產係舊世界嘅資源，定係新世界嘅算力、數據、智能？3，你而家睇 AI 點睇？成日驚佢搶到你啲生意，定係已經諗緊點樣善用佢，同佢合作？世界唔係突然間變，係一路都變緊。喺兩個企喺最 top 嘅人喺沙地阿拉伯沙漠度飲酒吹水嗰一刻，已經將未來嘅方向講咗俾我哋聽。我係 Mark Howe，follow 我啦，快人一步，捉緊 AI 時代嘅機會。你嘅 AI roadmap 由你自己掌控。